好，咱继续读1655年3月19拜五，今仔日是开地方会议啦吼，地方会议一直拢是足长的吼，顶回读到一半尔。顶回这个人事命令读到阿里山。伫阿里山其实咱听足久诶吼，我专工去查讲，即个地名是毋是即嘛阿里山吼？应该是啦吼。伫阿里山诶遗迹别考诶史条内底讲了足侪，就是即嘛住伫个什么特富野啦、达邦啦吼，迄遐即个原住民吼，因和荷兰人诶关系应该是介深吼，因迄遐拢传说讲因古早时代什么含迄个红门安怎吼。即个咱对即个阿里山即个名嘛，会当看出一项代志，讲伊原文是写应该是 ARISSANG 吼，阿里山吼。所以即个阿里山本来即个地名，毋是讲迄粒山啦吼，是讲即个。应该是即个族群或者是即个村社叫做阿里山。后来呢，因是安怎迁山去即嘛山顶即遮吼，所以迄山嘛是叫做阿里山吼，应该是安尼来吼。这是拄好因山入去啦吼，无其实因袂即个阿里山即个名和山是无关系啦吼。咱知影讲，我顶回看遗迹别考内底写讲。迄当阵郑成功围城诶时阵，伫个线野伫个即个日兰遮城堡以外诶荷兰人，有会走闪去即个和即个阿里山族大做伙吼，特富野遐吼。伊记要佫讲咧，我是对，我会记得讲对遐有一个 PDF 档案吼，内底迄消息资料诶来源对遐啦，有兴趣再家己去看吼。所以讲，日本时代是啥物人？伊讲日本时代某物人去遐调查，是一个德国诶即个学者还是探险家去阿里山什么特富野啊去看，伊感觉因咧遐诶人吼，迄个算欧洲人诶迄个面貌啊吼，诚重吼。好，到遮咱继续来读落吼。对阿里山又佫称作塔拉达燕吼，即个村社来出色的是布斯代吼，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塔巴拉本逃走无来，改派塔巴雷多拉洞来接替伊的位。布斯代继续留任，甲因讲。将来因爱迁徙去打麻，或者是高温就顶回讲土库吼，因为因表示因愿意，而且佫较认真、佫较主动来进行即项代志吼，就迁徙去打麻啦，民用啦，或者是高温土库吼。所以阮答应赠送。减价是你讲啥啊？减价是毋知你讲啥，所以答应赠送减价2袋康安布甲2包薰草，后壁即个1包薰草甲1袋康安布，应该是讲普斯代甲塔巴雷多兰洞吧。好，但是甲因讲，阮希望因。伫个做军会当甲因以早诶厝放好烧掉，互因搁较早决定如上述诶迁徙吼。我咧摇是这是应该是因住伫个较洼山里吼，荷兰人一向诶政策就是希望因拢刷对即个平原来，所以才讲要爱因刷去民用或者是土库，森林土库。对麦里干是来出色的是他
塔萨里老甲塔拉贝两人拢继续留任，也因为因的良好的服务算真辛劳吼，以及做军还阁遭受到核灾的损失，所以呢，国赠送2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因答应要顺服。伫荷伯人又阁称做 Denerim， 我毋知影为虾米伫咧即个电话机内底，每一个村社拢有另外一个名吼，这哪有可能？逐个村社拢有2个名吼，就奇怪。好，荷伯人又阁称做 Denerim 吼。来出色的是塔加巴拉贝罗罗甲塔加巴拉贝达巴达来出色，两人拢继续留任，而且呢，拢各赠送3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因为阮派因来往通行非常辛苦。我看伊送足侪薰草，但是咱咧读校谱啊时阵吼。就含咧看咧，因内底有薰草啊，迄薰草是倒位来哈？在地甲你做还是安怎？从来嘛毋捌听因讲过啊吼，这薰草毋知倒位来。好，来，过来对塞勒社吼，塞勒社由原文写做多巴拉波阿达吼。来出色的是达拉希达甲塔萨拉莫。即个塞勒社应该就是即卖塞勒啦，我查看卖啊。即卖叫塞勒镇啦吼。伫咧云林县的北部，一定伫咧落水溪边嘛吼，因为塞勒大桥伫就介出名嘛吼。较早啦，即嘛可能塞勒大桥是，塞勒大桥毋是创管路，还是讲较早是创管路？即嘛创管路，即个是叫做新塞勒大桥。或者是溪州大桥，塞勒大桥，阁有铁基路，顶头阁有铁基路。好，来塞勒，我要看伊的古早地名啦吼，历史。我即马咧看查维基百科吼，塞勒镇名称来源自台湾原住民巴布萨的塞勒社吼 ，SAILEI 吼，用拼音塞勒社吼，所以塞勒是毋通阁用汉字去想吼，绝对含塞无含勒拢无关的，是巴布萨族因的原住民一个社吼，荷兰人称做苏雷昂，古早时代又阁称做雷阳，雷阳啦吼，沙雷阳吼，雷阳是开拓者为着要，过来啊，是开拓者为着追溯故土泉州府回湾县的雷阳镇。好啦，嘛是会使安尼讲，因为伊迄个音是苏雷昂吼，伊汉字要用即个雷阳镇的即个名。好，塞勒最早的居民是平埔族群的巴布萨族，荷兰时代将个汉人移驻开垦，汉人来渐渐真多。无看到伊引用迄个
咱抓城日记内底所用的即个地名吼。好，咱转来日志吼。日志的地名是叫做多巴拉博阿达，嘛无犀利啊。好啦，来出色的是达拉希达甲达萨拉莫这两位来出色，所以我嘛毋知这考证迄当阵翻译的人是安怎讲哦，知影讲这是犀利，明明这名含犀利都无关的吼。多巴拉博阿达吼。好，两人拢来出色，两人拢继续留啉，并且各种一袋空干布甲一包薰草。过来是东乐社，吼，东乐社是多巴拉巴彦，拄则是博阿达，这嘛是巴彦吼。一个东一个西，东乐社呢是来出色的是塔波杜啊，我拄则有啥物顿底一咧想讲。我若用荷兰文去查这两个字的，去看了啥物件，应该是看袂到啥物物件啦吼。我试看觅。翻译。用精测语言，你就测袂出这是啥物语言哦。荷兰文要是要怎测呢？我这是 Google 是汉文版的，结果今要测荷兰文，毋知要对倒出去。伊这是安怎排列法啊？用 Ctrl F。和好来，这掉荷兰文。博达多巴拉伊无翻呐，就翻名尔，翻音啦，多巴拉无效。好，当落下来出色的这两位，因为因的表现良好，拢继续留啉，并且各赠送一袋空干布甲一包薰草，也命令因爱顺服，对米里还是米来，我感觉伊这个原文是叫做 Balabes， 所以是麦里。麦里，来出色的是塔加里斯和达罗德比索啊，两人拢继续留啉，也各赠送一袋空干布甲一包薰草。咱林书明其实读不了吼，无讲后手无讲介长吼。过来是伊有分做，伊甲林书明有分做，敢若是3区啦吼。顶头这是荷尔人啊，上头啊一拍是叫做啥？上头啊一拍是伊无写哦。第2部分是荷尔人，第3部分就正要读的叫做利林吼。利林地区的村社，伫塔加伊斯吼，即个村社又搁称作利林吼。这塔加伊斯称作利林，这是咱进行足久以前读的时阵都安尼啊，伊都拢利林有写讲塔加伊斯。来出色的是塔加拉塔希迪安，但是呢，塔比杜拉缺席，因为伊当兵。虽然如此，这两人拢因为因良好的服务继续留啉，每一人各赠送3袋空干布甲2包薰草。咱伫咧日志读日志的时阵，其实从来捌读过即寡邮长是安怎服务哈，做啥物代志咱拢毋知吼。
因为阮也经常派因来往同行，也命令因爱顺服。那敢若各位可能拢听过讲日本时代有即个保证保证。但是呢，其实你若去查日本时代的资料你是查袂到保证保证什么人？恁即个穿即个礼，迄保证是什么人？可能查袂到，因为保证毋是日本的正式的官名、官位的名啦因正式的官位名，你即马去总督府、台湾总督府的即个叫做啥物职员录内底一定拢看会到对相关的总督啥物即个总督府内底说啥物官员一直到上基层的，就是公学校的先生，甚至是聘用的雇员拢看会到。总督府整个日本时代总督府的即个职员等于就是日本市民政府的每一个员工，拢伫咧总督府的职员录拢看会到。你这是网络顶查会到的山顶资料这是我足感谢即个后来政府甲即寡物件拢放伫网络顶，互大家当看会到伊有迄个 scan 的迄个版本原文的即个版本，但是顶头你绝对看袂到保证，就是每一个里、每一个乡每一个里、每一个村即个头啦保证其实是讲头也无甲正确，实际是服务性质的好。相反嘛我是讲咱伫咧荷兰人的即个历史内底，从来毋捌看过伊叫来出席的即寡地方会议的即寡头人到底伫地方做啥代志，咱拢看袂到好，李林，李林这两位啦每一个人各赠送3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因为阮也定定派因来往同行也命令因爱顺服。伫个杜鲁恰啦，又个称作大嘟大嘟大嘟后壁有括号汉字大写大嘟大图突然迄个突啦大嘟啦嘟忽然间迄个嘟来出席的是塔兰萨巴连和塔道拉奥巴赞，两人拢继续留任，并且阁赠送2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伫塔波国，就是大武郡，来出席的是塔波罗啊，但是呢，塔波达嘞无来，因为伊伫咧起厝伊咧建造伊的房屋伊咧起厝袂当来，派伊的部下叫做卡加多拉炸着伊的罐汤来，因两人拢继续留任，赠送塔波罗啊1包薰草甲1袋空安布。迄个部下也因为伊的服务，赠送伊2包薰草。对马其林叫做原文写做 Turinab。来出席的是提高个巴西和塔贝巴里莫。两人拢被感谢，也拢继续留任，并且阁赠送2袋空安布甲2包薰草。对阿索社，原文嘛是阿索克来出席的是塔萨罗啊，但是呢，塔格无来，因为破病袂当来，两人拢继续留任，赠送塔萨罗啊。2袋空安布甲1包薰草，也命令伊以后对村里公开的代志，袂当搁再表现遐尼软正遐尼惊必须要大胆去处理伊答应将会安尼去做。
对巴巴利恩无汉字吼，毋知这什么所在。来出色的是塔拉贝尔，但是呢，塔罗啊因为破病缺席，两人拢继续留啉，并且赠送塔拉贝保佑一袋空间布甲一包薰草。唉，我咧想讲，迄当阵啊咧电啊咧开电话，拢一堆人破病缺席，这是真诶假安尼？我是诚怀疑吼，无可能即个破病诶即比例遮尔悬啊！伫托索巴多，原来无写什么春夏，无汉字吼。来出色诶是叫做塔加罗塔加西。继续留啉，也命令伊爱顺服。对卡加尔巴诺罗来出无汉字名哈，来出色的是塔达勒，继续留啉，赠送伊一包薰草。对萨加勒无汉字名哈，来出即个因的头人叫做塔罗勒勒无来，但是派达波勒。早伫伊诶罐汤来，虽然如此，达罗勒咧犹原互伊继续留啉，并且命令上司即个达波勒呢，等于甲伊讲呢，后市厝诶电话机爱家己来出席。我是无去现哦，我就是要现较早讲你后市厝爱来，到底有来无？敢有人真正两道拢无来哦？应该是袂啦，平常去现啊。好，对图沙。塔拉斋吼，即个所在，他来出色的两个人叫做塔萨卡德罗塞和一个叫做托巴克纳多，两人拢被感谢，也拢继续留啉，并且各赠送一袋空间布甲一包薰草。对杜萨马多这是麻豆吗？毋知，亲自来出色的是陶巴西巴格，另外一个叫做扎克巴勒无来，由塔加波罗代替伊来出色。虽然如此，这两人拢继续留啉，并且赠送前者一袋空间布甲一包薰草，也为后者前来处理辛苦来赠送伊一包薰草。对阿波安巴里斯，叫汉字名写做阿里素，阿里就是阿里山的阿里素，无人来出色。对乌牛兰吼，这是在对名叫乌牛兰吼，乌牛兰还是乌牛兰，还是乌牛烂啦吼，这个哪里，这个兰你会当。来查一下好了，我知影伊应该是有挪音。Ctrl C， Command V， 来，这个栏杆的栏吼有两个音吼，一个叫做栏，一个叫做挪吼，挪位啦吼，栏位有无？你伫拍 Excel 迄挪位吼。对一挪有无吼？会使安尼讲吼。啊，另外一个就是左指用手左动吼，这个是难吼。啊，挪咧，好啦，我甲伊拢读者吼。左指用手左指吼，杂吼，杂3、2、5、3读做。杂吼，歹势吼，杂吼，杂应该就是遮拦嘛，拦住啦，叫做杂吼。哪杂就是甲即个哪摕来用嘛吼，哪杂。但是即个拦字是木字边啊，即嘛即用作动词呢，所以即个含即个摕手边迄个。迄个篮，迄个篮里，共字就对啦。
烂组吼，栏杆吼。好，来读烂咧，烂就是钱烂、进栏啊，就是你钱外口若有围一个烂吼。牛烂，所以乌牛烂读牛烂嘛，牛烂就牛栏吼，羊烂、马烂吼。我是毋捌读过牛烂、羊烂啦吼，拢读牛条吼。好，来对乌牛烂等下，既然都知，咱嘛查一个啊。大你大词典，我用汉字牛烂去查看觅。伊嘛是收牛烂吼，围起来饲牛的所在。我查过一字兰字烂呢，有收兰花、兰杆，搁一个叫做烂，就是防止出入的篱笆。牛烂猪烂、钱烂吼。好，来转来日字啦。对乌牛烂，伊的原文名写做 Arbahan Aulan 吼。来出色的是 Taubas Bago。乌牛烂是啥物所在？我查一下吼，即嘛是叫做啥物地名？南投县吼，乌牛烂是用乌牛烂是巴仔语吼，敖人啊，咱即只是读敖人吼。我即只是写 AURAN， 敖北汉敖人吼，伊两个字啦吼。ALBHAN 敖北汉敖人是 AURAN 吼。啊，所以敖人就是即马伊基本课顶头写的讲，巴仔语叫做敖人 AORAN 吼，拄则是 AURAN 吼，差不多音啦吼，敖人。乌牛烂吼，是台湾南投县埔里的一个传统地协名称，所以乌牛烂就是南投埔里啦吼。伫咧埔里盆地爱兰大地南部遮，这是啥物所在？我看一下地图咧吼，南投埔里是伫倒位啊？水里直平角，真歹势，我真正毋知埔里伫倒。copy 去地图打起来。哦，埔里伫遮。伫鱼池乡的北边啦吼，水里搁去哩鱼池，搁去哩就是埔里。你若对草屯这边入来，国道3，这是几号？6号吼，草屯入来吼，就到埔里吼。所以即马行即个高速公路6号入去应该是诚紧吼，到埔里应该足方便的。伊讲到即个叫做啥物爱兰大地吼，看觅。埔里盆地爱兰大地南部，爱兰大地我都毋知伫地爱兰是伫倒位啊？爱
哦，玻璃有一个爱兰利啦吼，伫个玻璃的算西边吼，即个位啊，看袂出是一个大队啦吼，看袂出。但是叫是什么？牛小达吼，地名叫做牛小达。乌牛栏的地名，敢知在着无看着好。好啦，差不多应该是可能伫即个位啊啦。好，来继续看咧吼。历史讲伫大清的时阵，迁徙到埔里一带，平埔族对清道光初年的120到150年开始，陆续入个埔里来迁徙。迄当阵迁到埔里的平埔族群有30几个社吼，是埔里历史上规模上大的移民潮吼，30几个社迁徙到埔里遮来。方圆迄个位啊，巴在吼是大清迁徙到爱兰大队的平埔族群，并且渐渐发展出3个部落，分别是獒人、乌牛栏、帕达港叫做大马林和阿里树、拉鲁塞。吼，咱拄则有读到阿里树，无人来吼。好，来继续看咧。原本伫咧台中丰原乌牛栏的巴仔族。乌牛栏社由原旧清新旧地做乌牛栏，就是原本伫咧台中丰原的乌牛栏的即个族群啦吼，因迁徙到埔里嘛，清因即所住的所在叫做乌牛栏吼。台湾大清末期到日本初期，乌牛栏地区是一个街庄，称作乌牛栏庄。獒人宿伊飘日本语音啦，獒人宿吼。隶属伫咧埔里社堡，该庄西北甲北边含放里庄为邻，东边甲大渡城庄为邻，南边甲西边是牛小达，南边甲西边是牛小达庄吼。我所以讲拄则讲迄个牛小达的，等于是牛小达的东边甲东北边啦吼，就是迄个乌牛栏啦吼。牛小达伫遮差不多就是即嘛爱兰里嘛，所以即嘛爱兰里边仔是即啥？一间学校，是啥物学校？暨南大学的附属高中啦吼。即个位啊，就是乌牛栏吼。为什么我特别要甲各位绍介即个地名？因为伫板上有一个伫即有一个建业足出名的吼，所以要知影者。我历史看到倒位遮？好啦，看到遮就好咧，过来家己去读，有兴趣再家己去读乌牛栏社。好，来继续。乌牛栏社咱读煞吼，过来是叫做汉语写做斗母龙眼，原住民语叫做敖曼塔罗瓦干，斗母龙眼吼，是敖纳伊的头人叫做敖纳巴卡拉无来。由另外一个人叫做拉波萨巴代替伊来出席，即个人也代替塔波斯奥比尔塔戈雷来出席。而即个欧纳西勒
来到低落山又搁转去，这三个人拢因为破病缺席，也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搁赠送一袋空眼布甲一包薰草。搁来刷落来，这个叫做扑仔梨吼，扑仔梨社，原文是后无安班仔嘞，无人来出席。这后半呢？后半我查者吼，因为足侪春社头前拢刻后半即个名，即个字。卡比用荷兰文来翻译一个，看查会出来袂？无看袂出来。哦，对后半班仔来吼，扑仔哩，拄则查某两岸嘛是叫做后半塔罗瓦干吼，乌牛栏嘛是后半后兰，阿里斯嘛是后半巴里斯。哦，扑仔哩无人出席。对巴萨克，伊是叫做汉语叫做巴布索哦，巴布索应该是巴布萨啦，我拄则读过巴布萨吼。我咧摇啦吼，因遮近吼，有可能是啦，但是嘛有可能毋是吼，毋通讲因为遮近，就以为是吼，无一定。好，巴布索吼，来出席的是提多巴比斯甲塔高拉多拉克。两人拢继续留任，前者因为伊去邀请长老来参加地方会议的旅行跋涉啦吼，赠送伊2袋空眼布甲2包薰草，也赠送后者1袋空眼布甲1包薰草。来，咱来学一下跋涉即个音，即个字，即个词啦，即个字，跋涉。来，大理大书店有收呢，文言书吼，伊直接飘讲是文言书。行远路，过说叫做行远路，就叫做我拄则是读做跋涉，毋对吼，也我音是对啦，声调无读无甲好诶声调好毋对去吼，应该是跋涉吼，涉是涉嫌哟，涉啊涉嫌啊，歹势涉嫌吼，跋涉吼，跋涉山川，或者是例句，跋涉就是行路啦吼。我来看一下日文版，日文版伫倒位呢？跋涉吼。伊叫做跋涉，巴西卡，跋涉山川，讲是山线屋，巴西卡斯路。所以日本有即个字哦，我来看嘛，巴西卡。我直接 copy 这个汉字就好啊，伊就是汉字。copy 汉字来查日文词典，做 Command V。芭蕉哦，即马音是叫做芭蕉 ，wandering 啊 ，wandering 是。wandering 要哪翻译？流浪哦，流连啊，徘徊流连 wandering。含咱所理解的跋涉，敢若小可有差哦。好，转来第2只跋涉，敢若是大肚南社，原文是叫做达里达马多。又搁称做加马扎，来出席的是德罗戈，加马扎后爸啊叫做加马扎马来无来出席，
虽然如此，迄个少年的加美扎和上述迄个加美扎拢因上述迄个加美扎是啥物？看无，拢因故继续留任，前送三岛空间布甲2包薰草互 Derogo 就来出色的迄个啦吼。大道中社，所以这大道南社、中社、北社应该是嘛即大道的即个所在啦吼，台中大道。再看一下地图的。大道，即嘛是台中市的大道区吼。这是啥物？即个位啊是要安怎讲呢？东海大学附近啦吼，的西南边。我毋知要安怎小解即个所在，我对遮嘛无讲解释吼。反正就是台中市南屯区的西边吼，叫做大道区。南屯区就是台中市的南边啊啦吼。好，大道南北社中社南社吼。拄则咱读过南社，即马读中社。达利巴到底是达利达啦吼。两个写达利达，一个写达利巴。达利达巴巴吼是大道中社来出色，亲自来出色的是塔多卡巴，感谢伊，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伊一块空间布甲2包薰草，也命令伊爱顺服。大道北社达利达阿米线是卡马扎塔波洛无来，伊放弃伊的原汤，因为伊无想要插代志，由塔贝达克炸着伊的原汤来，因此接纳即个人做长老，也赠送伊一块空间布甲1包薰草，并且命令伊爱顺服，伊答应遵办。好，过来是水里社吼。原文写做波多尔水里，水社应该就是即马水里吧？即马都拄则讲即个玻璃的南边吼，水里，无伊的长老叫做铁锅的道无来，无亲自来出席，因为伊身体伤痛，派达拉好沃来代替伊来出席。虽然如此，也互即个铁锅的道继续留任，就是无来即个吼，并且因为前来出席迄个人的辛劳，来赠送伊一块空间布甲1包薰草，也赠送迄个长老一块空间布甲1包薰草，因为政务员伫咧旅行的时阵，有时仔会带伫因兜。伫沙勒，就是对沙勒亲自来出席的。沙勒的原名写做 Zalak 吼。亲自来出席的是塔高拉巴比斯吼，亲自来出席，继续留任，并且因为伊年纪真大吼，年纪虽然大，但是表现真好，所以赠送伊一块空间布甲1包薰草。对五嘛，原文就是写五嘛，GOMACH 五嘛。亲自来出席的是陶巴马达吼，五嘛咱之前讲清水啦吼。陶巴马达亲自来出席，但是呢，加马扎伊波利克道中破病，甲政务员讲了后，就是报告政务员话破病了后，就转去啊。两人拢继续留任，并且阁赠送一块空间布甲2包薰草，因为因伫咧辛苦协助士兵渡过即个大渡溪的时阵呢，表现真骨力吼。你看对台中这只吼，你看沙勒牛嘛，
沙鹿、五麻、水里对台中、台南大都，对即寡所在用行到台南嘞。真是逐年行即蛇弯我感觉原来真辛苦呢。莫讲用行，我用驶车我就感觉有够远，我都驶到拄久去因爱经过彰化、云林、嘉义，然后再到台南县然后再到台南市我较早因为做工的关系，我定定爱驶车对高雄驶到嘉义，驶到台南县有时爱驶到嘉义啦嘉义市。我感觉有够远的，我记得印象中对高雄安尼驶2点钟咱扣掉半点钟到台南市安尼讲半点钟较过啦，较超过啦所以对台南市，敢若驶车驶到嘉义，就已经爱点外钟啊呢。因到底要行偌远好啦，五麻已经读过啊，过来是伫即个 Terragoros 摕到8集无来。我会记咱等下应该再看到特别呢，迄个电话机开了，按断食煞，也无留因踮遐大食嘛，就共赶人去啊，就是逐个拢爱转去啊。迄行规暝直直行真辛苦。这实在是这歹过好来，伫即个 Terragoros， 即个叫做摕到8集无来，由塔拉马巴早着伊的原汤来出色。虽然如此，伊有缘继续留任，并且赠送前来即个人一包薰草，因为伊辛劳前来处地行遮远送你一包薰，你看你要行无？好。对西里恩苏罗案无人来出色，对西里恩塔罗又搁称作西里恩塔基古阿斯无人来出色，对西里恩塔加莫埃萨无人来出色，对西里恩苏瓦兰嘛无人来出色。办完顶头即寡代志了后，就即寡长老用上述因的语言宣讲下列的事项。所以咱人事命令读煞，过来是因伊即寡公布事项伊一开始就公布一寡事项，即嘛佫交公布10几条，我感觉19条公布事项原来长，咱今仔应该是读袂了啦好，有读几条，尽量读读到对，算到对。第一条，因现在又佫将会当摕即个原汤1年。一定要准备伫后一次的电话机来交行。虽然即一摆的电话机，换的长老真少换啦换的长老真少，但是这是为着要互因有时间渐渐来明白阮的习惯第二，因无论有任何的理由，除非是当兵或者是其他重大的事故，拢不得缺席。无来参加电话机，必须要当年亲自出席。若是真正袂当来参加，是必须要派因的朋友或者是仆人载着因的原汤来，并且来说明因缺席的理由。第三，因的原汤无论任何理由，拢不得转交或者是出借借出去予别人。以免被借口利用以免被互人摕去利用。任何时间也不得互任何人伫咧庄内或者是庄外，或者是前来处地途中来摕去用来去算点家己炫耀自己因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家己摕原汤来好好保管，袂使去用偷摕去，也袂当放弃。这毋是讲为着迄个原汤的价值，是为着要互即个原汤所即个象征的关系。
袂去，互伊普遍化去，普遍化就算讲无价值去啦吼。迄个权势，阮只敢若授权互因尔吼，所以价值就是伫遮吼，敢若恁有即个权势吼。第四，若是庄头甲庄头中间，或者是个人甲个人中间发生争执纠纷，因必须爱甲当地的荷兰人讲，或者是来厝地甲阮讲，甲阮报告就对啦吼，绝对不允准家己发动战争相拍，爱互阮来处理。若是有若是讲忽然间遭遇到敌人的攻击无论是伫厝内或者是伫野外，因拢会使反抗，甚至呢会当含扣到讲致到迄个惹代志的人死亡就是意思讲，恁会使反抗，你要甲对方刣死嘛袂要紧第五点，为着要尽可能来维持全体的安宁甲和平，除了由阮已经规定，或者是还佫会规定的会当共同拍蜡的蜡场以外，每一个村民拢必须要伫家己的村舍的蜡场来拍蜡，袂使伫别人的村舍的蜡场拍蜡。第六条，任何人无论是家己一家，或者是全村舍的社民，拢不得随意搬厝迁徙。但是爱先甲阮讲，或者是阮的居民如果安尼做对因有好处也有需要，就会允准因来搬厝迁徙。毋过对山区要搬落来平地徛起，就毋免申请许可了做你甲搬落来就对了第七条，若是有新仔人无扎银牌。银牌就是白相的身份的标记，或者是无早阮的许可证去到因的村舍里去掠着因爱通知阮荷兰人了后，会当自由将迄寡新仔人甲监禁起来。若是有需要，就甲伊押送来城堡遮，迄时将会前送空安部，互因表达谢意。第八条，如果因为伫本岛的新仔人无讲甲伊考因此呢，各社的长老拢爱以阮的名义命令因的社民毋是命令因的社民，爱尽可能莫和新仔人交往，以免被因邪恶的行径所勾引就是以免叫因带歹就对啦因用即个方法，若是有机会，就真轻松就占有因的土地摕走因的金钱就像最近因所表现出来迄种叛逆的行为安尼。我看下底注脚第二条写啥物？讲下底注脚讲拄则即个叛逆的行为啦，是指1652年9月8号到9月13号。所以即个过坏事件才经过5天尔5-6天。讲是就是1652年9月8号到13号的各怀疑事件第二条讲即寡新仔人用即种邪恶的行会共带歹用即个方法，一若有机会就真轻松来占有因的土地。摕走因的金钱，就像最近因所表现出来叛逆的行为安尼。迄一道的攻击加在伫上帝祝福之下，被阮用武力拍败。阮现在犹原必须爱提防新仔人的暴力。若是情况有需要，所有顺服阮的村舍的原住民，拢必须爱听从阮的命令。随时准备好来和荷兰人徛做伙。事实证实因无啦原住民并无和你徛做伙就是讲因随时准备好来和荷兰人徛做伙，协助来歼灭迄寡敌对的新仔人，即个歼灭来早者
我记得是我捌早过款吼。copy paste。签吼，它说签或者是签吼，走尾就是签吼，走尾嘛是签啦吼，签甲即个签拢会使。就是讲叫因讲命令因随时准备好来和荷兰人徛做伙吼，来协助歼灭迄寡敌对的新仔人。即寡新仔人随时拢会当做出各种即种邪恶的代志。迄当阵，因拢会因为因此来得到空眼布吼，穿上空眼布，就像因有看到最近即个附近的春夏八真受到真慷慨的即个精神安尼。不过，伫咧还未接到阮的命令以前，任何人拢不得对新仔人开战吼，或者是有任何骚扰的行为。因为因伫咧愿意行做吼守规矩的情况之下，是会当自由而且无阻碍来踮咧遮来谋生吼。好啦，第9条后回则读啊啦吼，今仔读到第8条吼。来看一个啊，好。感谢。天阳遐有搭即个乌牛卵枝叶，这是箭叶嘛吼，箭叶嘿。乌牛卵迄个带头的吼，迄个叫啥名我煞袂记啊，是写家己名叫做啥物黄金啥物黄金啥物我袂记啊，伊名伊姓黄，叫做黄金啥物吼。迄是后来改名啦，伊本来毋是即个名。即个带头的，就是敢若是前两三年才过身的吼，所以伊伫过身之前，其实有甲参加，比如讲有人开即个座谈会啦，开啥物分享会，伊有分享整个过程吼。我毋知影电影遐分享的即个，伊有顶头写讲这是迄个闪灵吼，一个乐乐团因所唱的叫做《乌兰大复活》吼，放天放。你若有兴趣，再去查看嘛，迄个叫做黄金啥，一时仔较袂记吼，应该是迄个座谈会若有录影还是录音，你再去听看觅，去查看觅。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感谢各位，咱来开房。